2024-25球季英格蘭職業球員工會頒獎典禮連動最佳年輕球員獎揭曉。得獎嗰個咧係阿士東維拉嘅一名中場球員。數據都幾誇張㗎，全季咧14個入球，16次助攻。但重點係幾年前嘅佢咧仲係喺英甲英冠捱緊世界。呢個人咧就係摩根羅渣士。如果一名細路咧出生喺一個被多間球會包圍嘅城市咧，呢件事咧本身已經係一種幸福嚟㗎啦。2002年咧，摩根羅渣士咧就出生喺英格蘭嘅西麥德蘭地區，一片足球氛圍極之濃厚嘅地方啊。區裏邊咧仲有3間嘅職業球會。去到8歲嗰陣時當羅渣士咧已經夠班咧踏入職業球會青訓系統嗰陣時問題就出現啦。但係呢個幸福嘅煩惱咧就冇落咗喺佢嘅身上，而係喺一路睇住佢成長嘅教練 Paul Tay 嘅身上。作為伯明翰青訓型球員發展導師咧 ，Paul 梗係希望自己嘅得意門生咧可以加盟伯明翰啦。但係同時作為一名老球迷，佢都好清楚，對於一個細路嚟講能夠為自己屋企人支持嘅球隊效力咧，意味住啲乜嘢嘢？最後咧，Paul 選擇放低個人嘅立場啦，將羅渣士咧推薦去佢屋企家族一直支持嘅西布朗，就係咁摩登羅渣士正式踏入咗 Becky 嘅青訓道路。2019年2月仲喺度讀緊書嘅羅渣士咧喺足總杯第4 round 咧對白禮頓嘅比賽裏邊咧完成咗職業生涯嘅首 show。嗰場比賽佢表現非常出色。但係真正令佢打開下一道門嘅咧，係同一年西布朗喺青年足總杯咧殺入4強嘅表現。喺半決賽對陣曼城嘅客場比賽裏邊羅渣士嘅精彩演出咧吸引咗對方嘅注意。結果喺之後嘅夏季轉會窗咧，曼城咧就將佢簽落咗旗下嘅青年軍。羅渣士咧亦正式踏入英格蘭頂級球會嘅舞台。雖然能夠轉會豪門但並唔係所有人都睇好㗎。由細睇住佢大嘅 Paul 咧，對呢件事咧最有發言權。佢認為太早加入頂級球會咧，年輕球員咧好容易被埋沒，因為嗰啲球會入邊已經有一堆成熟又頂尖嘅球員，發展空間咧好容易咧就被壓縮㗎。而最終羅渣士喺曼城所面對嘅現實咧，亦正正印證咗呢一點。佢先喺曼城嘅青年軍度過咗2個球季，之後咧就被安排入咗一條不斷被外借練級嘅道路。而第一站就係英甲嘅球會林肯城。羅渣士咧喺林肯城嗰段時間咧，其實都算係幾成功嘅。佢同另一位年輕球員賓倫莊遜咧兩翼齊飛，喺聯賽咧掀起咗一陣青春嘅風暴，好快咧就引嚟咗關注。大家咧都叫佢哋做奪命雙人組。成個球季羅渣士咧為林肯城咧打入咗6球，幫球隊一路殺入去升班附加賽嘅決賽。決賽咧佢哋喺溫布利咧迎戰黑池，開波第1分鐘憑住賓倫莊遜嘅傳中咧造就對方擺烏龍，林肯城咧先聲奪人。但之後黑池連入2波反超，最終咧逆轉勝出，林肯城咧同升班咧擦身而過。亦正正係呢場失利為羅渣士接落嚟一段並唔容易嘅球員生涯拉開咗序幕。羅渣士嘅天賦其實細個就已經逼晒出嚟㗎啦。4歲嗰年屋企人帶佢去參加 Paul 主辦嘅地區足球活動，當時有150個細路，但羅渣士好快就跑出，技術同埋比賽嘅理解力明顯超班。於是 Paul 直接幫佢跳級，同大幾歲、身形更加高大嘅細路比賽。一開始其實佢都係有啲抗拒嘅，但好快佢就明白到挑戰先係令自己可以進步嘅關鍵。最後就欣然接受咗呢種細蝦大嘅安排。亦正正係因為呢一種長期以小打大嘅經驗造就咗羅渣士長大之後更快可以融入去職業足球嘅世界。2021-22球季羅渣士加盟般尼茅夫。原本大家都以為佢可以穩定上陣，繼續磨練自己，但現實並唔係咁順利。成個球季佢淨係聯賽正選過1次，上陣嘅時間非常有限。原因好簡單，因為嗰季般尼茅夫係英冠嘅升班熱門，主力陣容穩定，教練更加傾向用一啲成熟嘅球員。
再加埋英冠嘅節奏咧更加快，身體嘅對抗更強啦。年輕嘅羅渣士咧喺新球會咧感到好孤單，難以發揮，所以半個球季之後咧，佢就執包袱提前翻曼城嘅青年軍。嗱，翻到曼城嗰年咁啱咧就遇上2022年嘅世界盃，一隊咧多名主力缺陣，羅渣士嘅機會咧終於嚟啦。嗱，一場咧對陣基羅納嘅季中友誼賽裏邊咧，佢咧就被哥迪奧拿安排踢正選，仲要同夏蘭特迪布尼馬列斯咧同場作戰。嗱，對於年輕球員嚟講呢一刻咧簡直係夢想成真。但係踢完世界盃咧，隨住主力咧陸續回歸，羅渣士咧又再次失去上陣嘅機會。嗱，咁為咗確保佢咧可以持續有比賽啦，球會咧就喺季中咧再次安排佢外借。今次去嘅咧係英冠嘅黑池。嗱，理論上呢次嘅外借咧係一個理想嘅選擇黑池咧一早就對佢有興趣㗎啦。而主教練咧係佢喺林肯城嗰陣時嘅恩師艾普頓。不過現實咧好快就出現變數，加盟2個星期之後艾普頓咧就俾人哋炒咗，球隊咧亦深陷咧護級嘅困局裏邊。但係喺成績嘅壓力之下，羅渣士咧反而得到更加穩定上陣嘅機會，被安排咧踢多個前場嘅位置。嗱，季尾嘅10場都係正選上陣。成個外借期咧，佢喺聯賽上陣20次，雖然淨係入得1球，但係對羅渣士嚟講呢段時間咧係一次真正考驗佢、磨練佢嘅經歷。嗱，2023年夏天羅渣士迎嚟咗職業生涯嘅第6次轉會。啱啱喺英冠升班附加賽咧止步4強嘅米杜士堡咧，用大概150萬磅咧將佢收歸旗下。呢一次咧，佢終於迎嚟一個真係需要即戰力嘅舞台。不過但係泰塞德嘅挑戰咧並唔簡單，因為佢加盟嘅任務咧係要頂替上季咧打入28球嘅艾卡邦，同埋打入11球嘅前鋒金馬倫艾查，可謂係責任重大。好在主教練卡維克嘅副手Aaron Deng早就喺西布朗就識佢噶啦，令佢喺融入新環境嘅時候順利咗唔少。最終佢代表米堡出戰33場，打入咗7球，仲有9個助攻，慢慢建立咗自信。而最關鍵嘅係喺呢個過程裏邊佢嘅進攻天賦終於俾識貨嘅伯樂睇到啦。2024年1月6號足總杯第3 round， 阿士東維拉作客米杜士堡。咁喺賽前嘅分析會上邊維拉嘅主教練艾馬利特登就點名羅渣士，提醒佢嘅球員一定要注意呢條僆仔，小心佢嘅衝擊力。比賽最終維拉係1-0小勝，但係嗰日着10號波衫嘅羅渣士全場多次為維拉嘅防線製造殺機。佢持球推進強硬嘅對抗同埋小範圍嘅處理令到早就關注佢嘅艾馬利更加直觀咁睇到佢嘅潛力。呢場比賽之後佢仲親自向球會嘅高層提議，要求全力簽落呢位潛力無限嘅年輕球員。其實當時維拉原本嘅目標係落回自己20歲前鋒莊拿芬路維，甚至仲派出個球探去睇佢。但經過討論之後球會就一致認為羅渣士更加適合佢哋嘅戰術體系同埋長遠嘅發展。最終喺冬季嘅轉會窗最後一個禮拜就敲定咗交易，總價大概係800萬磅，簽約5年半。對於呢位西密德蘭初露鋒芒嘅少年嚟講經過4年嘅努力，佢終於返到鄉下啦，準備將佢嘅潛力一步步兌現。加盟維拉嘅初期羅渣士並唔係即戰力嚟㗎，而係一名被寄望為可以被塑造嘅年輕球員。喺艾馬利嘅麾下佢好快就完成咗由潛力股到關鍵戰力嘅轉變。加盟嘅第一個半季佢主要係以輪換同埋後備嘅身份上陣，專注去適應英超嘅節奏，逐步融入維拉嘅戰術體系，同時喺有限嘅上陣時間裏邊累積實戰嘅經驗。真正嘅飛躍發生喺2024-25球季，羅渣士唔單止徹底企穩咗正選位置，仲成為維拉前場最具衝擊力嘅一環既可以拉邊衝刺，又可以游走中路，兼具持球推進、身體對抗同臨門一腳嘅終結能力，可以話係前場嘅萬金油。喺歐聯舞台更加令佢完成咗質變。例如對些路迪嘅帽子戲法，對巴黎聖日門嘅關鍵入球。
證明咧佢唔單止已經適應咗高強度比賽，仲要咧可以喺頂級舞台咧製造決定性嘅時刻。成個球季啊，佢喺各項賽事咧加埋交出咗14球、16個助攻，迎嚟咗職業生涯嘅突破年。嗱，好多人咧睇到呢個捽手臂嘅慶祝動作咧，第一時間咧就會諗起高爾彭馬，但好少人知道啊，最早做呢個動作嘅咧其實係摩根羅渣士。2023年尾啊，羅渣士咧仲喺米杜士堡踢緊波，咁有一晚啊真係凍到癲，佢入波之後咧順手捽一捽個手臂，當時咧純粹係即興嚟嘅啫。咁後尾啊呢個動作咧就俾佢嘅舊隊友彭馬接收咗。事緣啦，兩人同期咧都出自曼城嘅青年軍，私底下咧一直有聯絡。羅渣士啊仲半開玩笑咁同彭馬講嗰句：如果你入波咧都可以咁樣慶祝㗎。結果啊，彭馬喺車路士嘅入波咧越嚟越多。呢個原本啊出自寒夜嘅小動作咧，隨住曝光率咧不斷咁被放大，慢慢咧變成咗屬於彭馬嘅標誌性動作，甚至上晒新聞。某程度上嚟講啊，呢個古仔啊都算係佢哋兩個男人之間嘅浪漫啦。嗱，踏入2025-26球季啊，羅渣士咧已經唔再淨係一隻潛力股，而係被正式視為咧亞士東維咧核心成員之一。不過新球季嘅開局咧就唔係咁理想，面對球迷咧不斷升高嘅期待咧，佢喺季初嘅表現咧明顯有起伏㗎。幾次關鍵時刻嘅失誤咧，仲一度咧令主場看台咧響起咗噓聲。嗱，對於一名仲喺度成長緊嘅年輕球員嚟講啊，呢次咧係佢職業生涯裏邊咧第一次喺英超舞台咧正面咁感受到咁直接嘅壓力。但係啊喺艾馬利嘅眼裏邊咧，呢個咧並唔係退縮嘅理由，而係一名球星咧成長路上咧冇辦法避免考驗。He needs to take experiences like today, not playing very well. The crowd as well something not happy with him, and he has to get as well these experiences and grow up through it. 咁隨住球季嘅推進去中後段啦，羅渣士咧逐步咧穩定咗心態，重新揾到比賽嘅節奏，用表現咧回應質疑。Rodgers getting it back from Xavi Simons, getting the shot away and scoring. Out of absolutely nothing. And you knew as soon as you hit it, it was goal bound. Morgan Rodgers. Tottenham Hotspur 1, Aston Villa 1。嗱，從被寄望、被挑機、被噓聲打擊，羅渣士咧一步步咁學識承受壓力，一步步咁成長。嗱，而家嘅佢啊，已經係一名咧可以喺英超孭飛嘅球員。未來啊，仲有更大嘅舞台咧等緊佢，例如世界盃。我相信啊，佢好有機會咧跟隨英格蘭出戰。而同佢位置相同嘅咧，仲有皇馬嘅比寧咸。咁對於羅渣士嚟講啊，接落嚟咧最緊要嘅咧就係保持穩定。如果做得到啊，三獅軍團正選啊進攻中場咧，佢應該有得爭嘅。我係電視君，我哋下集見。